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才到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今仔阮俩新闻现场搬到嘉义文创园区哦，观众朋友会当看到即马现场的人是擦他是非常的热闹滚滚哦。即马台顶是北部的家长团的演出，这2天哦，全国的家长团拢来到嘉义参加团艺中心举办的斗阵旗的活动。所以咱今仔的新闻嘛，详细来了解家长的传头甲特殊的信仰文化，互大家来了解。 咱即马就是来看这2天伫嘉义举办的家长文化节活动。北家长是家长观众秀顶顶的顶头家长，早时啊伫嘉义市地总安陆续来拜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顶头艺术文化展演，高达已经第5届，头摆来到有家长群名号的嘉义市来举办。希望呢，透过呢中央、地方的一起协力，官方、民间的一起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具有草根性，也最具有独特性的这个神将的文化、信仰的文化，它把它的艺术价值能够彰显出来。活动的第1天，各地行政团都为嘉义市地总安出发，去到嘉义市城隍庙了后，再来到活动现场的嘉义市文创园区。参与的顶头将团拢表示，透过这种活动，我们也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嘛后面就会当入捌家长文化的丰富甲多元。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咱有在邀请全省各地这优质团体来作为来咱嘉义共襄盛举，一起来推动发扬这家长文化。咱发扬出去吼，大家较会一寡较清楚咱淡江一寡的家长的文化，袂使讲看到就是拢到尾拢啥，迄个嘉义啦、台南这的北家长是家长这个系统安尼尔啦，嘿嘿。活动除了采鸡以外，下晡时啊，伫嘉义市的文创园区内底，阁有家长文化的体验活动，甲奖团定化的演出，请真侪民众到现场来参加。蔡典林表示，希望透过这连续2天的活动，互民众会当亲身感受家长文化的艺术价值以外，嘛会当互社会对家长有新的看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2天有来自全国20个家长的顶头来架阵哦，家长护卫主神伫新民出巡的时，开路掠恶鬼来保护百姓。这就亲像是咱现代警察相像哦。其实咱台湾的家长上开始是伫台南，落尾伫嘉义总台，所以早期嘉义嘛，叫做家长群。伫嘉义的家长哦，5种的流派，家长要出军，拢爱有法师、道士甲画面的老师来协助。现代的家长的顶头哦，唔那维持传统的定法脚步，伫服装甲兵器哦，佮画面顶头嘛，愈来愈侪变化，有兼顾表演的艺术性哦。家长嘛有家长的规矩哦，边啊欣赏的观众嘛有禁忌，都唔通行到家长的队伍来破阵哦，嘛唔通接触到家长。其实伫嘉义进前已经办过几啊届的全国家长文化节，今年是甲团艺中心社会来举办。咱即马特别请咱台记台记者加入甲小勇，带咱来看现场精彩的表演。是主播，记者目前所看现场呢，就是咱嘉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来自全国7县市拢总20团的家长团，超过200位的长爷，对初八开始分组2天，要伫咧遮来架阵。今仔日的电头汇演对下晡1点正式开始。伫记者后壁面的这个大舞台呢，目前由电头开始伫演出，咱先来欣赏因精彩表演。除了顶头架阵的文化交流以外，主办单位伫现场阁有安排真侪甲家长文化相关的体验活动，亲像家长要出军进前爱做的开面，也阁家长手顶摕迄支开示，民众嘛会当来体验做迷你版的。每一个单位头前拢有民众排队等要体验，无论大人囡仔拢感觉活动实在真熟悉。一般的民众较无咧参加顶头，嘛无迄个机会当去体验到讲这个为这个面谱这物件，所以就讲教做新式的，想来体验看卖啊，感觉安尼画起来嘛真趣味，阁有另外一边的风格，甲你另外一边风格。因为我喜欢这一派的文化，就很喜欢家将。我觉得画脸是很特殊的活动，也是幕后很特殊的力量。无论台顶台卡所有活动，拢是甲家长文化有关系，目的就是要互大家认捌正港的台湾家长文化生做啥款。较等下伫尾暗5点，所有奖团阁会伫园区遮替民众收件祈福，祈求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以上是现场上新的状况，咱从镜头交给主播。
家长是咱台湾民间信仰的顶头，家长开面、提法器、行骹步，佮有定法对神明出巡、吐舌定煞，所以家长是对台南的府城发源，也毋过后来伫范围无介大的嘉义市，上济是捌有3才家长团的记录，所以早期嘉义就叫做家长群的封号。家己地区为较早以来，就家长群的名号。研究民间宗教的学者表示，家将源自台南府城，一寡有家将基嘅师傅，后来到家己，伫家己延续是家己家将文化发展的基础。迄个时阵吼，因为发生着即个西南事件啦吼，了伫台南遮一寡家长团的成员吼，抓撇南了来到咱嘉义，了嘛开始组成咱嘉义即个所在上早的2个家长的团体。嘉义当时迄个时阵，家长团上济的时阵，大概上是伫咧80年代至90年代，迄个时阵家长团上济的时阵。家己上早成立家长团之一的家己朱济公政务长讲，家长的穿插、面谱甲骹步，伫早期的社会成接着少年囡仔的关注。佮因为信仰中心家己是荒谬的宗教活动，迄当阵成立的家长团就愈来愈侪。到战后的时阵，咱野生堂都继续维持，愈来愈丰富啦吼。了，遮足侪迄个商家啦、地方啦吼，就开始发展因家己的店头家长就变做是一个大家较爱去看的一个团体。足侪人吼，因为人伤济，无法度开嘛，有个人囡仔开袂着。所以陆续有个人会去成立新的家长，咱讲一定有新的，一定有新的，尾啊就开始组成8家长跟10家长一起出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5年伫嘉义市举办全国性的家长文化展演，真有长表示，家长群的历史代表家己延续传承为台南来的家长文化，希望透过官方甲民间的合作，会当加深社会对这项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视甲认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2天有全国各地20个家长团来到嘉义演出哦，会当甲遮尔侪家长团做伙合作伙，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咱今仔嘛要来访问斗阵去，伫嘉义全国家长文化节特点人萧燕台萧老师哦，人大拢叫伊大哥。大哥哦，伫2002年就开始伫嘉义办这个全国家长文化节的活动。我想要问大哥，你啥物想法来办这个全国性的活动呢？哦，你好，我伫2022年吼，我就举办第1届全国家长文化季。起初的根源就是讲，因为我自细汉，阮阿公的传承伫遮城隍庙伫家长，所以阮伫民国60年，阮就成立山海镇10家长公馆啦，吼。因为我自细汉接触到家长，所以我一直是想讲，伫较早的家长，互人的感觉是，就是人咧讲8家将。但我感觉有生之年，咱会使为家长服务，为因努力，尽量把这个文化、这个艺术传承、家长文化，甲发扬光大，一直互传承延续落。所以我开始去联想是讲，咱来办一个全国家长文化季，邀请全国各地这资优、较优秀的团体一起来共襄盛举，来甲这个匠艺文化发展，互人看会到讲，家长其实毋是像大家去讲是歹的。它有很好的甚至讲因传承不易的一面，所以大家众团很努力、很用心把因上好一面呈现出来咧。咱知影大哥实在是足有心哦，咱嘛知影一般咱讲8家将哦是8人的编制，还叫大哥有讲因的10家将哦，到底8家将甲10家将是有啥无共款？你敢知甲观众朋友讲？8家将甲10家将，简单讲就是像咱即马现代咧讲的，长官伊的职务不同，就像讲咱海军、空军、陆军。因老大伊行使的责任无共款，像咱一般的王爷，因伊就是伫咱用较洋式的迄落，像咱的地藏王菩萨，咱的城隍爷有办理阴阳、审理阴阳，所以10家将伊就是有至少多2个装备，因为8家将一包咱咧讲就是8，其实毋是伊是10个，伊还佫加头前2个文武差异。文武差异伊无甚重，所以干柳蟹饭加春夏秋冬4季大暑，称为8家将。10家将就是讲，咱有用城隍爷，甲咱像阮头家，阮是城隍爷，有审理阴阳，伊就配备文武判官。但是配备文武判官是10个嘛，
它这个10不是说10个，是表示众多。伊有可能加上啦，大龟小龟啊，日夜游巡啊，吼啊，那个啥，日夜游巡甲那个大牙里牙加黑白无常，都会使一直延伸落，就是看我们的任务。这次我们出军的任务是什么？装扮更多不同款的迄个角色出来咧。所以咱这届当伫活动看到足精彩的演出哦。咱嘛知影讲，其实家长文化是伫台南开始哦。咱上那到尾，咱嘉义有家长开的称呼啊，咱台南部的家长甲北部的家长哦，到底有啥无共款的所在？因为咱的家长其实是传承对迄个福州传来咱伫清朝时代传来咱台湾，哦，伫府城就是咱的台南嘛，然后伫咱民国初传来伫咱嘉义，啊嘉义了，因民国初会传来嘉义是因为咱西南事件8年事件，伊发生了抗日，伊就是用西南咱的顶头的团体来抗日的，所以尾啊因为日本人掠嘛，四散。往北就传到咱嘉义，啊，因为咱嘉义有抓成龙的当中，到尾就是每一个角头，伊一直，大家讲爱输人唔输阵，这个角头嘛有家长，这个角头嘛，拢有请先生一直教，所以家长当这嘉义的家长有几百人呢，所以较无形中形成一个，人咧讲嘉义就是家长群。所以你开始有讲过哦，你是过阿公的手头来传承这个家长班，所以你真重视传承，真重视创新，嘛足重视这维持的传统。所以咱要对新民出巡的时阵，拢有三师哦，有法师、道师、佮画面的老师。这三个师是有啥无共款的功能呢？因为我是阿公嘛，阿公传爸爸，传我，佮传阮囝，是4代传承啊。甚至即摆讲互我办阮囝的内容，佮传的算第5代啊。啊，因为三师这个当中就是咱有。民师有法师、道师嘛，法师就是较简单讲就讲，像咱家长出军，咱有行使一寡新民的迄个职务，这个职务就是像咱收囝祭改、祭路，哦啊，仓储、开庙门，这有一寡法务的部门，就是由法师来负责。哦，当然民师顾名思义就是讲，伊甲这迄个开面嘛，哦，过来道师就是。负责教导这囡仔骹步甲因的品性，比如讲哦，这囡仔的规矩啦，咱来孝顺父母亲啊，对这三兄弟、对兄弟啊，爱有友善哦，恭敬敬安尼。等下，遮尔济家长团哦，考做伙实在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哦。大哥，你是看到咱家长文化传承的危机，还是讲你嘛有看到什么希望？因为危机是其实咱台湾的70年代、80年代。迄阵当盛行百将，因为大家挂乡老的经济好嘛，所以种足济，但是到尾啊形成就是啥，参差不齐。好的原来足好的，但是歹的嘛是足济，啊尾啊干形成制造一寡社会新闻负面迄落，变成足济时代对囡仔的教育讲，啊你去学家长就是歹的，足济人感觉啊你家长囡仔你就是歹的，豆豆变阮即摆咧慢慢经营甲。甚至咱来这即摆家长囡仔拢是爸爸妈妈带来，咱就是讲，我们负责把他教育好，才有正确观念。囡仔我拢常讲，囡仔会读册袂读册其次，但是他的观念要正确，要孝顺父母，哦，对兄弟啦，我导正一是正确的观念，安尼。咱真正足感谢大哥甲伊的团队哦，遮尔用心，互咱看到遮尔丰富多元的家长文化甲因艺术的呈现。其实这几档哦，足侪外国团体拢会邀请咱台湾的家长去演出。大家演出的时阵哦，嘛拢互外国观众看到目睭金哦，是娱乐甲会搭子哦。2档前呢，咱的家长团嘛受到邀请去法国尼斯的嘉年华会来表演，为咱台湾做一届非常成功的文化外交。那么做伙来看卖。Délégation père également venue tout droit d'Asie, puisque Taïwan est à l'honneur sur là aussi. 对于今仔日这个嘉年华不是正式的出军，阮嘛无开讲上马，所以阮就用这种的形式来甲观众做一个互动，宣扬台湾文化。Très belle performance, les costumes étaient très jolis, les danses aussi. On n'a pas l'habitude de voir ce genre de danse en France, donc c'est très plaisant. Super, we love it. We enjoy every moment. 2023年2月份，高雄第二店吉盛堂的家长团受邀请参加法国尼斯嘉年华会，这是咱国内的北家长头一届徛上欧洲嘉年华的舞台。
精彩的呈现，让外国观众学了个会达志。虽然百家奖是为市民服务的顶头，不是职业表演的团体，也毋过会当互传统的民间艺术加上国际舞台，或者认为有重大意义。即嘛真侪民众会认为讲啊，迄叫八家酒啦。其实吼，你会知影，家奖的演出是包括着这个民谱的彩绘，包括民族舞蹈，吼，包括武术，包括雕刻，搁咧包括咱民间的工艺，所以伊是真典型的一个咱台湾民间的这个艺术。迄当时家奖团毋那伫嘉年华游街，嘛受邀请到法国里昂国家舞蹈中心演出。Here at the CND Lyon,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have been here, and I thought it was just wonderful. It was so beautiful to be immersed in your culture. It was a real learning experience, I think, for all of us. 对于家奖团的成员来讲，会当互外国观众看到咱特殊宗教的顶头，欣赏咱的文化，因是感觉真骄傲。是咱跳顶法，足侪人拢围伫边仔看。会当甲伊分享咱家台湾的文化，这道来法国上重要的代志。跳家奖，对阮来讲是一件会当互阮骄傲，而且阮会当用一规世人去努力来这样代志。林木恒老师嘛讲，传统艺术搬上国际舞台上重要是爱保留核心的精神，嘛爱遵守禁忌。百家奖行出台湾，通互世界熟悉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嘛愈较认捌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时代演变，佮加上少子化，甲一寡社会刻板印象，传统的顶头是有真严重的断层哦。这几当咱社会有较重视传统文化，所以嘛有家长团行入校园，甲学校合作来开班上课，互大家来认捌家长文化，有兴趣来学来跳，望讲家长的顶头袂失传。手提开新兴具卡大草下，一个手势一个卡步内底转转美角，这是上有台湾味的家长文化。对原本传统的庙会顶头，现在已经正做走向国际的表演艺术。老将卡甲家长的精神传给少年辈，少年的接手换头加入创意，用新时代做法，带大家认捌什么是家长。创新的部分来讲的话，不外乎现在都是一些比如社群团体，那我们也很积极的参加一些，比如说舞台上的一个表演，包括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舞台上的一个算表演，算一个传承的过程。伊讲传说中啊，我是不老将魂，我就以我传统的元素来底设计一套是什么不倒将魂，以不倒翁的形体下去做设计啊。我有一套，我今年我嘛有推荐那个。面巾、运动毛巾啊，用来让做这些文创。无论是文创商品，还是参加艺文展演，拢是为着要互家长文化永续发展。文书工作者讲，民国80年代都市化少子化，佮加上外界认为歹囝才会去跳百家奖，无人要学，或者侪家长老管拢当着导管危机。高雄吉善堂都是其中之一。后来因积极参加艺文展演，而且佮甲学校致接，互大家豆豆接受，最后加入家长的行列。幼儿园的小孩子，甲咱这届嘛是课程在咧进行当中。2025年这个中山大学的课程，我内底有博士生，所以伫学龄前甲博士生，咱有这个全人的教育，我嘛是感觉讲，好险当初啦，咱主公有来同意讲咱做这件代志，咱有甲这个物件。撒出去，嘛，因为这个课程，咱有一寡新生也加入。即阵伫吉信堂有4位国小学生来学跳百家奖，长期研究家长文化的李佩如讲，要推广家长文化，首先爱互人了解，人才有法度知影这个文化的好甲水。甲中山大学合作的课程都是上好根本。记者柯家张阳高雄家己综合报道。咱来看副总统萧美琴受到邀请，突破外交的困境，到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伊早起回国，嘛伫机场发表谈话。伊强调讲，咱台湾是世界值得信赖的伙伴。另外，前总统蔡英文昨暗嘛出发去德国，要来出席毗邻自由会议，会发表演说。蔡总统嘛强调讲，外交是一帮接一帮。总统赖清德嘛感谢副总统完成任务，嘛祝福蔡英文会当顺利。Thank you, IPAC, for the privilege of being her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is means so much to us. So much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布鲁塞尔年会，副总统
统萧美琴找到转来到国内，这届真快速去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唔但甲各国议员讲完心得，甲外国专场做伙翕相，交流的气氛真热络。萧美琴讲，台湾是世界动乱的时阵，值得挖靠的优质。台湾人民跟世界公民一样，都该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更因为有全体国人的努力与坚持，让我们在不曾停止的艰困与挑战当中，也要一步一步开创我们的道路。萧美琴去欧洲创下咱国副元首访问非邦国的新纪录。伫到机场的时阵，先由比利时众议院外委会主委范浩湖接机，搁由 IPAC 两个共同主席伫欧洲议会外迎接，做伙进入欧洲议会大楼进行演讲，凸显台欧的关系进入新阶段。总统赖清德嘛伫面册答问，感谢 IPAC 邀请咱国副总统向世界展现台湾坚定的价值甲信念。我们要出发了。蔡英文7月暗时启程去德国，应邀出席柏林自由会议，一定7月会发表专题演讲。伊搁伫面册答问讲，外交是一帮煞一帮，无停歇的工作。学者分析，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商品大量销去欧洲这个因素，互欧洲甲中国的关系变较紧张，颠倒变作台湾去欧洲的机会。当他们对中国不再有幻想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会用非常实际的方式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是开启了我们跟欧洲关系的一个机会了。中国什么都不开心，那只有让他继续不开心下去吧。萧美琴亲身去 IPAC 演讲，中国自欧盟大使团真不满。不过学者是讲，真侪欧洲议会议员拢是 IPAC 的会员，这用欧洲议会场地举办活动真正常。萧美琴这届唔係顯示台歐的關係有實際進展，當時嘛是歐洲真侪國家對北京的表態，台灣都要把握機會加強甲歐洲的交流。記者蔡陽報道。来关心風台哦，中度風台航航繼續往李宋德來移動，未來往北會挖進台灣。氣象署指出講，未來720點鐘，台南甲澎湖有9成會受到風台影響。航航風台中心有機會喺拜3對中部登陸，強度應該更減弱，也唔過哦，風雨的狀況愛去觀察。也唔過北部、東部明仔載開始哦，就會受到風台外圍環流甲東北風的影響，雨會落了真大。日頭出來，拜日之時，各地攏是好天氣，不過這好天氣就要結束啊！下晡開始，東北季風增強，北部東半部氣溫會開始有感覺降低，這後面有雨，尾擺開始，紅風台外圍環流豆接近，北部東半部的落雨愈來愈明顯。氣象署按照禮拜六發布海上風台警報。那目前的话，台风的强度还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不过在今天白天朝吕宋岛接近的过程当中，强度有机会在增强，有机会来到强烈台风的等级。气象专家嘉庆兴提示，拜2到拜2，東北部地區甲東半部落雨會真厲害。拜32，風台中心可能在中部登陸，中南部也正早落雨一區可能有大致雨天氣。愛觀察的是，風台雖然可能用強烈風台通過呂宋島，不過未來8月進入台灣海峽了後，氣溫不利發展，上北過程會快速減弱，環流大勢左右未來對台灣的影響程度。可能會沿着這個我們就是大概是在這個彰化，就是雲林以北這邊海岸這邊往北走往北走。那當然，這個過程其實它的這個減弱的速度其實可能也是會蠻快的。氣象署估算，拜3風台在台灣海峽時陣有機會減弱做輕度風台。氣象署官方網站顯示，未來120點鐘內，台灣本島的暴風圈侵襲率攏已經超過7成，其中台南甲澎湖已經超過9成。記者綜合報道。今仔阮的新聞現場佇嘉義哦，天氣是真好。下晡晡的天氣，咱們來看各地詳細資料。
新闻在地报新闻哦，阮带观众朋友来到嘉义，看到来自台湾各地无同特色家长团，咱台湾真珍贵、真特殊的宗教顶头，真正是有够精彩，嘛得大家来重视来了解。在地报新闻哦，继续来找找咱台湾在地代表性的文化资产来消解互大家明白。嘛提醒观众朋友，明仔载有个风台要来咯，大家都爱做好准备。我是陈淑君，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神将和将年互相尬兵，传统和当代共舞。